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2，唐吴典国三藏沙文释叉难得译，如来出现品第37之3。佛祖菩萨摩诃萨应云何知如来应正等觉境界？佛祖菩萨摩诃萨以无障无碍智慧，伫一切世间境界，是如来境界；伫一切三世境界、一切刹境界、一切法境界、一切众生境界、真如无差别境界、法界无障碍境界、实际无边际境界、虚空无分量境界、无境界境界，是如来境界。佛祖如一切世间境界无量，如来境界亦无量；如一切三世